等来看国内台中捷运第2条路线南线正式动工，为5车台中港通到东区的建国市场，拢总24公里长，预估至2034年会起好势。不过学者认为，这捷运增加路线，即阵无趁钱就要靠补贴，这市府的落地啊，咪都爱到深才有材料应用。 列车到站，民众排队上落车。台中捷运南线26号正式开工，捷运公司宣布这一天列线免费坐车，民众大部分拢唔知影，但是对台中捷运路网增加拢有期待。我觉得很好啊，这也是未来社会的趋势啊。这是捷运嘛？对呀、有人开玩笑，就是做生意的，就是太平做一段，然后下午再去龙井做一段，一天就好完。但现在有捷运，我觉得差很多。车2站。 台中第2条捷运正式动工，南线总经费高达1615亿，总共24.78公里长。西边为台中港开始，东边到东区的建国市场，经过8个行政区，总共设置20座车站，其中海线8座是高架，市区12座是地下段，而且伫咧龙井区设置维修的机厂，专线预计2034年完工。那它从我们的东区一直要行驶到台中港。 未来还会继续再延伸，是我们最重要的一条道路。这个路网还不够密，所以说你要补贴到什么时候，没有人知道。我们这一代人是看不到他赚钱的，那一定的。所以说这不是所谓的对跟错的问题，就是你选择的问题啊。重点是政府的口袋如果够深，你可以做啊。 你如果不够深的话，就是自己找自己麻烦。交通学者是认为，除了人口真多的台北市，其他城市的捷运拢有营运负债问题。中捷路线扩点就要靠政府的资金帮忙。另外，台湾大道会面临交通乌暗期，人力疏导等措施是毋是准备好啊？也拢考验到台中市府的应变能力。公司新闻台中报道。